大華銀行終於爆煲啦，不過爆煲唔等於會執笠嘅，係中港商業地產爛賬正式浮晒上水面啦。早幾個月大家仲估緊第一間爆煲嘅會係恒生呢定係東亞，結果呢就係大華啦。彭博報道話大華借咗好多錢俾香港同埋大陸嘅發展商，仲包括咗上海嘅寶崗、世茂嘅項目，結果呢就唔還錢喎。咁點解會咁呢？因為大華借錢者一最集中，截至6月底，香港嘅分行貸款40%都係商業地產嚟嘅，集中度就比其他銀行高咗一截。而且唔係住宅，係商廈、酒店、商場。前9個月信貸貸款損失已經超過咗19億嘅新幣，但係呢啲撥備根本唔夠，計落去可能會有幾百億嘅壞賬。所以你見到其他新加坡銀行升到飛起，大華就逆市跌，原因就得一個嘅啫，中港嘅樓市拖住佢嘅後腳。12月嘅中旬傳佢同萬科借貸有關係，嗰日夜晚萬科就即刻公布10億幾嘅人民幣貸款，再延期1年。延期聽落去好斯文，但其實就話俾你聽，我而家暫時還唔到錢噶啦，但係你唔好追住我啦。內房樓市跌咗3-4年，資產一路縮，而家深圳都未必再有能力兜底噶啦。中港嘅樓市拖累，壞賬一個接一個。雖然其他銀行例如交通、東亞都會有風險，但大華就成為咗第一間真正爆煲嘅銀行。我係金仔，下集見，拜拜。